好，跟住係1819啊，1819嘅 Form 5 M2 UT1嘅第4題。好，咁佢而家就話咧 y 咧就等於 x sin x。咁 A part 咧首先就叫你揾 dy dx 同埋 d square y dx square 啦，咁冇嘅 d 咗佢咯。嗱 dy dx 就等於咧嗱 product rule，咁所以就捉咗 d 右就 cosine x，再加捉右 d 翻隻左，咁咪去到 dx 咪即係1咯。嗱咁 dy dx 就做完咗啦，咁跟住就 d square y dx square 啦。嗱 d 兩次咧就首先對呢個 d 啦 x cosine x，咁你就捉咗 d 右 d cosine 出負三啦，再加捉右 cosine x d 左係1咯，係啦 dx 入咗，咁再加啦呢度再 d sin x，咁所以就 cosine x， 所以呢個咧就會等於負 x sin x 加2個 cosine x。嗱咁呢個就係 A part 啦。嗱咁其實咧有得 check 數嘅呢個你 differentiation 咧，咁你 d 咗一次，你 d 而家尤其你牽涉到 d 兩次嘅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第一次都 d 錯咧，咁你後面嗰個更加會錯噶啦。咁所以咧點樣 check 咧？嗱都係啦 radian mode 先，一定係要用呢隻機啊！如果冇呢隻機，你冇得 check d 數啊。同埋 in 數咧，以後你之後 in 數都係用呢部計數機 check 噶啦。好，就 y 叫 x sin x 啊嘛，咁你就 shift 撳呢個掣，咁你就係 ddx， 跟住就 x sin x 3括弧，咁啊逗號啦，跟住你就代某個數啦，咁啊代1.7啦，求其啦。咁部計數機自己喺度計啦。好，已經計到啦。咁你 dy 嗱呢個係呢條呢個意思係將呢條式 d 咗之後 x 代1.7會出到咩數？咁我哋頭先自己引手 d 咗出嚟有呢嚿嘢噶嘛，咁你咪呢撇式你自己代出嚟嘅式 x 代1.7睇出唔出得翻同一個答案咯。如果同一樣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肯定你冇 d 錯數啦。咁佢哇一模一樣喎，咁你肯定冇錯啦。咁同樣道理啦，你 d 兩次嘅話，你咪將 d 一次嘅式再輸入去條計數機，再 d 一次，咁所以就 shift ddx x cosine x 加 sin x 逗號代1.7。係啦，咁咧係要等一等佢嘅，佢有時可能再撈耐啲咧。咁所以如果好之後再複雜啲嘅話咧，你就一開頭撳定先，跟住之後咧你就一路計，然後揾第二部機再撳。好啦，咁你就計到呢個啦。咁然後你將你 d 兩次嗰條式咧就撳 x 做1.7咯，負1.7 sin 1.7 3括弧加2個 cosine 1.7 3括弧。咁 EX 哇一模一樣喎，咁我肯定自己冇就係錯數啦。咁你 A part 可以幫自己停埋都得㗎啦。好，咁你 A part 咧代平安咗啦，咁就到 B part。B part 你話咧 k 係一個 constant such that 有呢條式嘅 x square 個 d square y dx square 減 kx 個 dy dx 再加 x square 加 k 個 y 啦，就等於0。咁啊 for all values of x 啦，即係呢條 differential equation 呢條式咧就永世都啱噶啦。咁就叫你揾翻個 k 出嚟。咁呢個好簡單啫，你咪將所有嗰啲 y 啊 dy dx 啊 d square 啊 d square 塞晒落去咯。x 2次乘負 x sin x 加2個 cosine x 減 k 乘 x cosine x 加 sin x 再加 x square 加 k。再乘y 咧就係 x sin x 等於0。咁呢度咧冇嘅，你咪爆開晒佢咯啲嘢。負 x 3次個 sin x 加2x 2次 cosine x 減 kx 2次 cosine x 減 kx sin x， 咁啊再加 x 2次個 sin x， 唔係 x 3次，唔好意思 x 3次個 sin x。跟住就加 kx 個 sin x 就等於0。好，你計到呢度咧，有啲嘢可以約咗先嘅 x 3次 sin x 一正一負約咗，跟住就 kx sin x k sin 又係一正一負約咗。咁就整翻呢 pad 咯。咁你整翻呢 pad 嘅話咧，就呢度係2減 k 個 x 2次 cosine x。就等於0。
咁由於佢話 for all values of x 咧，咁所以 x 嗰啲唔關事㗎啦，咁所以就2減 k 咧就等於0，咁 k 就等於2啦，係啦，咁咧成條數就咁做嘅啫，咁基本上就係慢慢計，咁就唔好啲錯數咧，咁你呢5分咧就可以落袋㗎啦，好，搞掂。